Tasha， 你今日幾多歲啊？ 6 years old. 準備好挑戰 XR 大製作未？ Yes! What's the challenge, Sir? 呢位6歲小朋友仲未知道等緊佢嘅係咩挑戰。今日我哋要佢用3種唔同工具玩轉 XR Creator。挑戰1 iPad 操作。估唔到佢上手咁快，自選 3D 模型完全無難度。睇下佢揀咗咩？原來係佢最中意嘅星星，仲親手將佢變做閃亮黃色。第一關 Easy Pass。挑戰2 MacBook 高階創作。睇下佢用電腦會變啲咩出嚟？原來 Tasha 正喺度用 AI 生成 3D 模型，係所有女仔都抗拒唔到嘅夢幻獨角獸。佢仲細心地加埋個紅色心心，呢份甜度真係爆晒燈嘅。最後一關 Windows 終極測試，佢竟然嘗試直接同 XR Creator 講嘢。Hello Kitty. 哇，係 AI 語音互動喎，佢成功幫獨角獸整咗個好朋友出嚟。對於一個6歲小朋友嚟講，第一次接觸竟然完全無難度。恭喜 Tasha 挑戰成功 Mission accomplished, Sir. 證明咗只要有創意，無論你幾多歲，XR Creator 都可以幫你實現夢想。